儿臣叩见皇阿玛。你们都退下吧。若曦，你留在外面候着吧。皇阿玛，皇阿玛，儿臣知道错了。即使是一离君主，也是一个父亲。看来皇上必定心软，原谅太子只是迟早的事。皇上，您劳累了一整天，若曦为你准备了茶点。好。皇上，今天的茶点是特意用皇上夏天赏荷时赞赏过的荷花蕊晒成干碾成末所做的，很有荷花淡雅不俗的味道。皇上试试吧。皇上，这茶叶加了什么呀？怎么几次甘甜中，又夹杂着一点苦味儿？奴才……哦，皇上，若曦问奴才，可不可以用银杏叶泡茶？奴才问过他，他回说，近日皇上偶有咳嗽，又有些心热，因为是小样，您没太留神，不如用泡制好的银杏叶泡茶，既简单又有效。啊，奴才问过王太医了，他也说可以，所以奴才就准了。若曦，你真是细心，你对朕都能如此关心，对自己的爹娘就更不用说了。你爹娘有你这女儿，真有福气。自从大哥向二哥施展妖术被惩罚之后，更多的大臣向皇阿玛上折，请求恢复二哥的太子之位。但皇阿玛并未对这些折子做出响应啊，说明皇阿玛没有让二哥复位之意。这话可是皇阿玛亲口说的，这是我自己猜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皇阿玛的心意，胡乱猜测只怕会下错决定。八哥，八哥。我刚得到消息，皇阿玛前2天单独召见了老二。那皇阿玛有说过些什么吗？太子是否要复位？不知道。现在只知道皇阿玛和老二是闭门相见，之后皇阿玛把老二送回府中继续囚禁，就再没有任何消息。看来皇阿玛是要让太子复位了，我们要立刻上折子阻止皇阿玛。师弟，不要冲动。八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再等就要错失良机了。是啊，八哥。如果皇阿玛决定让二哥复位，不会到现在还没消息。八哥的意思是，皇阿玛还未拿定主意。哎呀，难道让我们干坐在这里，把太子之位拱手相让吗？是啊。八哥之意是要左右皇阿玛的意思，但却不能直接由我们出面。你们多进宫走动，打探消息，并查探哪位大臣对二哥不满的，就推波助澜，让他们上折，反对二哥复位，让皇阿玛多加考虑，好让我们争取时间。
拿酒来。这照你这种喝法，我府里的酒早晚被你喝光了。要不怎么办？你又不让我去宫里走动，不能打探消息，我不喝酒还能干嘛？我这都是为你好。现在满朝都知道皇阿玛跟二哥见过面，大家都在猜测太子复位之期不远，到处充斥着流言蜚语。我不希望你趟这趟浑水，所以我才叫你回避，明哲保身。二哥能不能复位，我不在乎，我这都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放心吧。启禀主子，内阁大学士王东海求见。你告诉王大人，我沾染风寒，抱恙在身，不便相见。这，哎，四哥，这王大人可是出了名的人脉广阔、八面玲珑，如今他突然求见，必定是有什么消息。你又是为何不见呢？王大人可以猜度任何人的心意，但如果他不能猜度皇阿玛的心意，就是无用。如果跟他相见的事情让皇阿玛知道，皇阿玛会以为我们结党营私，只怕会坏了大事。那我们就守在府里，一味守株待兔，按兵不动，闷都给人闷死了。十三弟，这么多年，你还未学会这个字的道理吗？